主后2022年11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哈利路亚大合唱。圣经，咱来读启示录11章15、19、19节。第7个天使分伊的喇叭，天顶有大个声讲：世间的国正做咱的主，甲伊的基督的国。伊要永永远远做王掌权，伫上帝面前，坐伫因的座位的24个长老，面趴落去敬拜上帝，讲：现在存在、过去存在、全能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掌握大权，你已经做王掌权。外邦大受气，你嘛发受气，世人受审判的时机到啦。你的奴仆、先知、你的信徒，甲敬畏你的名的，无论大小，你报赏因的时机到啦。败坏地，你败坏因的时机到啦。伫天顶的上帝的约柜就开。伫圣殿内，伊的约柜看现，忽然有四呐响声、雷弹、地动甲大炮。哈利路亚大合唱。使徒约翰若像看见天顶有一个阵容庞大的圣乐队，拄咧大声唱诗歌学了上帝。世间的国正做咱的主，甲伊所设立的基督的国，伊要永永远远做王掌权。原本坐伫家己位置的24位长老，拢压落伫地上敬拜上帝，因为上帝已经掌权了。音乐家韩德尔创作的弥赛亚最后一曲哈利路亚的歌词，就是依据启示录11章和19章的经文编写的。听讲伊咧写哈利路亚时，经常感动甲流目屎，双膝跪地，双手向上，面向天讲：我看到天门拍开了。这首歌的旋律雄伟，和声优美，反复讲述基督要做王，直到永远。为什么地上有大灾难，天顶却大声唱哈利路亚呢？因为地上的罪恶得要互上帝的正义取代，世上万国得要成做基督的国度。根据但以理书第2章44节，上帝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，这个国绝对袂妨征服，却要毁灭所有的帝国，搁永远存在。这对地上的帝国来讲，并毋是好消息，因为既得利益权并者袂甘心甲国家交互基督掌权。因为安尼，当末世来临，所有政治、经济体系互基督的体系取代的时，就会发生大战争。迄时，24位长老讲：你的仆人、众先知、你的信徒，甲敬畏你的名的，无论大小，你报赏因的时机到啦。败坏地，你败坏因的时机到啦。相对伫地上的人间，当灾难哪来哪凶险，天顶的敬拜和赞美，反转会哪来哪强大。接续，天顶圣殿的门拍开，约柜出现。伫旧约中，约柜是放伫至圣所内面，互长吏查条的，无法度看会到。伫新约中，主耶稣受难的时，地大震动，
至圣所长二做2过。这是上帝彰显伊的恩典，也互愿意接受伊恩典的人会通来到伊的面前。所以，上帝子民纵然伫遭受迫害中艰难恶行，犹原着瞻仰迄宝座顶的基督，看见上顶上帝同在的约柜。伫我咧读大学3年迄一年，教会生活队对1月底就开始练习国乐节清唱曲无比的疼。阮毋但练唱，还着伫每遍练唱以前分组祈祷，甲一礼拜中所拄着家庭关系、功课、感情等带来到主的面前，同心祈祷。搁为着指挥、伴奏、甲组长代祷，无比的疼，无止境的疼，对天边降落来，恶七毒的疼，恶计算的疼，无比的疼，无止境的疼，对开始到未来。迄段时间，阮遭遇困难、破病、冤吵，阮哭也祈祷。也重新和好，伫大声唱诗歌的时，咱要看见恩典的门大开，心受震动，要重新得力，继续行天路。默想，上帝已经拍开圣殿的门，你要选择接受恩典，还是雷公、地动的审判呢？愿主伫咱的生命中掌权。上帝已经拍开圣殿的门，你要选择接受恩典，还是雷公、地动的审判呢？愿主伫咱的生命中掌权。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愿你搁再来的时阵，我通加入这个大诗班，大声唱哈利路亚。你永远掌权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